再来关心的是，这杨柳洪台扫过台东县政府统计呢，这是有数十万丛树啊，拢倒去。也那农损的部分，包括着石刻、荆棘，也有柏拉等等，初步估计呢，这损失是上亿啊。也那目前在台东县呢，也有8000多户是无电通用的。洪台过了后，台东市有真侪街路路树倒去，早起好天，县府甲市公所、参国军拢派出大批人力，伫每一个重要路口的街路清理。也毋过，即摆估计全县有数十万树倒去，复原爱时间。也毋过，市公所有计明仔载会先互市区的街路恢复通行。我们将主要道路跟有横躺马路的这一些树枝树木我先把它让道路先给它畅通即摆洪台伫台东县考起15支的强阵风，天马里顶落地，大目色甲鼓，吹落甲龟涂骹，这一支鼓根本无法度卖，农民心灰白费。也有农民种的金蕉也进入采收期，洪台扫过，全部凹长未付秋收。更较惨的是，原本中秋节全国只剩淡薄的文旦，全部互洪台吹落，农民被哭无目屎。此处啊，这个真的是欲哭无泪了。还没人还台。我讲嘛未慢进啊，嘛无在了无。像现在这样的话，几乎是都没有被收成了。不仅是即将成熟的是落果我们在开花的部分也是全部都打掉了。杨柳洪台即摆伫台东考起15级的强阵风，造成全县有3万多户停电。13下昼，台电紧急抢修，目前也有8000多户停电，多数集中伫山区道路受阻碍地区。也毋过，台电已经调派各地支援的抢修队甲空气机构台东，全力拼今暗11点恢复供电。几乎都是位在山区那有的都树木倒断没办法通行县府目前也在评估各种灾害损失，估计农损就超过9亿。县府希望中央也伫立法院审查的丹那西洪台甲728大水河灾后复原重建特别条例，搁特别即摆的洪灾协助台东县重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